宜蘭詹培亞以生態公園等東區的李林公園，甚至是台南重要門戶的景觀來向市府請便，希望市長黃偉哲比照2005年內政部國土署所補助特色悠久公園的經費，在林內嘛會針對忠孝、生態、育景、男性、文化等5大公園來編列預算，優質東區的生活環境。對此，市長黃偉哲嘛公開答應。我們國土署的5座公園已經成立了，你的委員講說一個，你要在我們東區這5座公園，哇，這是大人，哇，這少年人帶囡仔離遐，甚至阿嬤也帶着，阿公也帶着，好，這一點是你去說一個。那在這裡的時候，我要拜託市長哈，幫我們打造宜居優質的東區啦，因為我們講誒，去年國土署有這經費，咱講個鐵頭叫輪班啦。今年輪到阮的這忠孝生態男性意境的時候，伊講無這經費啊，無這經費啊。市長是不是也幫我們編列？像你講，我要甲你拜託的，今年嘛是最後一檔啊，你會當編就這麼爾。我甲你承諾，我今日開會煞，說得去了解這5座東區公所甲我伊是需求啊，這原則上就是比較迄個經營頭前。對，原則上就是特色遊具。不是那個罐頭式的哦，你們有那罐頭式的哦，因為這個，因為對了，因為大家有你關心這個。市長，謝謝。另外，面對台南近期傳出不少因為食毒以後開車造成的事故，和地方相當煩惱。宜蘭詹培亞會長強烈要求市警局針對開設毒品的場所加強稽查處理，為市民生命安全來把關。對此，市長嘛回應，會列管曾經用毒，各有駕照部分加強轟炸，避免再犯。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